相信大家都知道，香港正面臨住嚴峻嘅人口老化問題。根據統計，截至2021年年底，65歲及以上嘅長者已經達到137萬，佔總人口嘅18.9%。預計喺未來嘅25年內，呢個數字更加會翻倍，喺2046年將會達到274萬，佔總人口嘅36%。即係話每3個人入邊就會有1個係長者。呢種變化對經濟、社會保障同醫療服務都帶嚟咗一個巨大嘅挑戰。對於點樣面對呢個問題，已經係香港政府同社會各界需要解決嘅重要課題。對於人口老化問題，護老院嘅員工絕對係站喺最前線，佢哋將會面臨更加巨大嘅工作量。簡單講下佢哋嘅工作內容，係需要照顧長者嘅基本需要，進行日常活動，例如協助進食、沖涼、去廁所等等。有時又需要幫手量血壓、量體溫、提長者食藥，而以上所講嘅可能只係佢工作內容嘅一部分。我哋今次就去到德福護老中心，一齊去聽聽呢度嘅職員平時面臨住點樣嘅挑戰啦。你好啊，我係馮姑娘啊，我喺呢度做過12年啦。最困難嘅咧就係有啲公公婆婆唔肯食嘢，就係咁難；有啲餵佢都唔肯食，就係要氹啊。要左氹右氹，有時間佢都唔肯食，就係辛苦咧。即係好似如果要過凳啊重嘅，有2個人幫手；如果係姿勢好嘅咧，就係即係一定要好似起床嘅2個人過凳嘅時候，就要一定要自己要側去埋保護好自己嗰條腰，冇咁窿住，一定要咁伸住咁落嚟。咁起床就要嗰條腰嗰隻盡量唔會勞損得咁犀利咯。就係咁。有時好似呢老人家太重咁，有時會有啲嘅出力過煲啊，咁有時佢啲手啲筋會有啲緊，會有啲痛嘅。要唞翻下，咁拉下筋就冇事啦。有啲腳啊，咁你一日咁行啲筋，即係啲腳啊都會有啲緊咯。有時自己要拉下筋啊咁咯，就係咁。都做慣嘅都唔覺得話有乜嘢，都好順暢覺得。即係沖涼已經係順暢嘅啫，冇覺得話有乜好難。不過個斜坡嗰個彎位嘅都，即係個斜坡個彎位嘅都就要自己要注意下力度咯。即係上個斜坡你咪要有啲轉彎嘅，呢個角度要自己把握啲好啲咯。唔係你唔把握得好，你就驚揩埋嗰啲牆啊嗰啲。冇咁好嘅地方係，即係好似個部沖涼椅最好就可以兩邊都可以戚啲嚟嘅。咁一戚嚟一邊，我哋過凳就方便好多啦，就唔使揾要拖翻出嚟，然後再入去咁。而家伸豬個一戚起個邊椅，一個人一過凳就過得嚟啦，就係咁好做好多咁就。即係如果戚唔起咧，就冇咁方便咯，就係咁沖涼凳。同埋嗰啲碌點講咧？嗰啲碌即係有啲碌細咧，佢嗰種膠碌有一種細嘅咧，就冇咁好拖嘅，即係好壞咁上下好壞唔用得，即係一個碌得一個碌唔得咁。咁因為沖涼前你一般都要有一個距離嘅啦，你太大個你又冇咁方便做嘢，係嘛？即係一般個啲人坐得好似嗰啲老人家坐得有個空間咁，兩邊有啲空間位置，有啲沖涼啊，有都可以咁轉一轉啊，咁就係梗係啱噶啦都。即係如果你太大又冇咁好，冇咁方便咯，太大壓啲人個頭又冇咁好咯，因為各人即係各間院舍個沖涼房唔同啦。好似我哋啲沖涼房一般咁，就唔係話算好大。咁頭先我就模仿咗長者試坐嗰張沖涼凳啦，去到沖涼房。咁我自己使用後嘅感受呢，第一個就係其實佢個背 pan 係有啲硬嘅，即係我係挨得唔係好舒服啦，會有啲頂住咗嘅感覺。第二樣嘢呢，就係佢晾腳個位呢，其實我自己覺得好高嘅，我有接近係多過90度，隻腳係有少少屈埋咗，晾得唔係咁舒服嘅。
第3樣嘢咧就係覺得唔係好穩陣，因為張凳咧轉彎嘅時候咧，可能呢度都比較窄，咁就會 feel 到其實好接近要頂到其他嘢，咁變咗唔知係咪我冇錯㗎，我都第一次試坐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咦，張凳好似就嚟要撞到其他嘢啊，或者可能啲護理員佢哋要推我上去嘅時候咧，都好吃力，我自己都會有啲擔心咁樣咯。大家就聽完受訪者嘅訪問啦，唔知大家又有啲咩睇法呢？最後我都想留翻低一條問題俾大家思考下，唔知道我哋可以做啲咩去幫呢一班安老院嘅員工同埋佢哋嘅服務使用者呢？不如我哋一齊發揮我哋嘅創意同埋想像力，諗一諗一啲方法去幫助以上嘅持份者啦。我哋之後再見啦，拜拜。